来做亲子冻饭哦。来，老爷，从头老给切一丝一丝的，甜头咩老给切一小块一小块的1/3安尼。剩下来是安尼鸡肉。 鸡肉啊，一般来讲会用呀胸脯肉，像呀肉啊，这个纹路是按样。侧嘞，古上爱切的时间啊，就会同其垂直，按用侧嘞方向来切，按样啊，羊肉就唔会暗色。好，那给切到幼幼，接下来俺就做得来调一下酱料的部分。其实好，羊肉本身的酱料都简单，是爱有呀豆油、水。 糖按样就做得拿来推米粒，提来爱用的是豆油。好，还个米酒。好，再个来黑砂糖。砂糖。是爱老爷酱，还个从头变落去，本佢天天来煮。好，老从头变落去。 韩国要做得加一丝丝嘞，高汤，迄个唔冇高汤嘅话，冰水咪去做得嘞。好，高汤冰落去。好，按样就本佢煮一下诶，做得老鸡肉，再个冰下去了。好，一下鸡肉煮到差唔多诶，就做得老爷甜头冰落去，继续本佢煮。 差唔多就熟了以后，就做得来准备卵的部分。嘅卵吼，其实虽然係一沙量，不过我會準備可能有2粒按樣嘅量。其實呀，卵咩唔是搞到凍山，差唔多你青菜可能2/3倒落去先熟嘅過後，我會將個倒入剩嘅1/3落去，等佢差唔多會熟嘅以後，就做得半天煲嘅調起來。好，地度嘅卵熟到差唔多。 3個一個嘅卵倒上去，然後得拿不過嘅，本佢翕一下，翕算到30安尼，看一下，哦，好了好了，差唔多都挨開嘅熟透了，要找時間啊，就做得老幾種到安尼穩地度，揚上來，蛋糕再個鹽一絲絲嚟葱誒。哦，好香哦！